人咧讲千里路途两三步，百万军兵六七人。这个高中生搬布袋戏的功夫实在真在百。一般咱庙会看到布袋戏的头手，拢较有会较资深。若中华鹿港这个头手今年才18岁，为细汉看人搬戏看较大，戏馆边的猪母卖本小卖拍片，为国小开始表演搬戏搬甲真点阵，拢免看过。一个人会当搬几落个角色，台顶的人配合伊念戏文斗大家把。有了就龙头人心，国会也就是五湖龙族高领王嘛。翁仔使甲这个布袋戏翁仔弄甲亲像活人共款，互台下的观众看甲入迷去。甲一般戏剧无共的是，这个布袋戏的艺术，就爱一个人演几落叫。你无看唔到，坐伫个后台椅仔顶，这个牙麦去的，都是规出戏的灵魂人物。真恶咧想会到讲，台顶所有人物的声音，拢是伊一个人激出来的。伊完全免看过身段、精抹手，倒一个人物要进场退场，也是讲少年声老伙仔调。所有翁仔骹步手路，拢是靠伊一支喙、一支手就会当掌握好势啊。都是靠临场反应的，我们这种没办法去背剧本。今天比如说，如果翁仔也唔对伊，我们就是要赶快变一个剧本安尼。今年18岁高中拄毕业的刘建志，从细汉就对阿公甲老爸来演布袋戏，伊逐工看逐工学，卖本小卖拍片，国小就上台来表演。国中的时，还佫代表彰化县参加全国传统戏翁仔类，来得到特优奖。所以讲，一个10外岁囡仔有在到这种的成就，我认为讲我嘛真安慰嘛。伊甲原著《南游记》甲做改编，搁来掺入现代化的元素，互布袋戏看到搁较有看头。刘建志认定讲，布袋戏无应该是死的，就爱做活戏，要互这项传统戏剧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